气象署今表示，这个月1日，也就是这个礼拜开始，是入冬了后上介强的寒流要到位啊，温度会一直落，上冷的时间点可能是伫咧23、24这两天。中部以北有机会落到6度，全台湾拢无到10度，且民众含冷气面拢爱提早准备。最近天气变化大，早起早起天气回温，也毋过28日个别变天，转为湿冷的天气，尤其是礼拜日，入冬上强的寒流会到，气温会一路降。气象署预估上冷的时间点落伫23、24，中部以北降到6度，全台会比10度较低。后礼拜一、拜二，北部山区也有机会落雪，中南部大约2500至3000公尺的山区也有机会落雪。预计在下周一晚上，22号下周一晚上，北台湾的高山就可能开始会出现降雪的情形。预计在下周2到下周3这段期间，降雪的范围是比较大的。那气象专家平启明强调，这波冷空气目前看来是入冬来高达上强的一波，有机会挑战这摆入冬上低温的记录。东亚呢有一波寒潮大爆发了，从大概礼拜天开始就降温7到9度左右，整个北部啊，那整个东方地区呢有一种辐射冷却，减个3、4度，也就是说4到5度都非常有一个机会可能会发生。平启明强调，这波寒流的低温，民众应该真有感觉。爱注意长辈甲囡仔爱穿较少的。那气象署也表示，这段期间天气先湿后打，连续寒6天，呼吁农渔民作业做好航海预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